这些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与作家皮克阿尔进行线上互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新增5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司政洛桑桑格就中印边界争端接受印度媒体采访；美国国务院发布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谴责中共压制西藏宗教。西藏招聘公告再次显示当局对藏人实行歧视性政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6月17号通过视讯与英国作家皮克阿尔进行线上互动，同时就古印度文明将帮助人类建立更慈悲的社会和人类一体性理念等进行了讨论。达赖喇嘛尊者在与作家皮克阿尔进行互动时表示，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的缘故，相关人士建议他不应该接见群众，只能透过网络与群众接触。而在这段期间，他每天固定花4小时以上禅修，观想慈悲心与非暴力的关联。与此同时，尊者强调了必须复兴古印度文明的重要性，并指出现代的教育体制以物质为主，却不会深入提及如何面对破坏性情绪的问题，而印度古文明对情绪剖析的研究能够帮助解决当今世界上的种种问题。尊者还进一步表示 And then most important is India's freedom. I love Chinese culture.And many Chinese Buddhists, wonderful. But the system, political system, no freedom of speech. In this country, freedom. So I utilize India's freedom as a refugee. In a way, unfortunate. In a way, much better opportunity to share over 1,000 years which we kept all the Nalanda tradition.Indian tradition.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在接受新德里电视台长达1小时的视讯专访中，谈及有关新冠病毒疫情时指出，人们不仅要通过祈祷，而且还需要展现人类与生俱有的慈悲与利他之心，来对抗日益增长的健康危机。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组在上周四6月11号举行的第11次疫情简报会上，介绍了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新冠病毒确诊情况。藏人行政中央疫情防控工作组成员在简报会上指出，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大约有750名藏人在地区级医疗中心接受了核酸测试。目前，印度流亡藏人社区中呈阳性病例的百分比下降了2.9%左右。截至目前，印度各流亡藏人社区的感染病例总数为24例，其中13例确诊藏人已康复，死亡2例，9例确诊藏人正在进行隔离救治。而欧美各国藏人社区的疫情状况已有所改善，截至目前未发现新增病例。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与中印边界争端爆发后，相续接受了印度主流新闻媒体的一系列视频采访。本周，司政洛桑桑格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谈到中印两国对实际控制线的争议问题，并提醒印度为主的民主国家从西藏与中国长达60多年的争端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司政还进一步谈到了中印两国军队于本周一在拉达克边界争议地区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导致双方士兵死亡的事件，并指出中国未入侵西藏前的印藏之间没有边界问题，两国边界一直处于和平状态。此外，美国国务院于上周6月10号发布2019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连续20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此外，国务卿蓬佩奥在发言中谴责中共在过去1年里迫害藏传佛教徒与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自由状况。
在这份长达29页报告的有关西藏的章节中，回顾了2019年西藏的宗教自由状况，以及注入中共统战部对西藏宗教领袖的选任干涉和对藏传佛教寺院、团体、人员和学校的长期管控等问题。对此，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什先生在回应该报告的声明中说：“从中共摧毁基督教堂到监禁数百万维吾尔穆斯林信徒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当局正在竭尽全力地迫使宗教团体保持沉默。”此外，他还进一步抨击中共当局干预达赖喇嘛转世的行径，并表示中共此举将会破坏全世界佛教徒的宗教自由。与此同时，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于上周四6月11号举办线上会议，讨论西藏境内的宗教自由状况。据悉，本次线上会议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主持。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南印西藏色拉寺麦金院堪布扎西次人，以及在美国埃默里大学参与西藏科学促进项目的格西战堆郎杰皆受邀参加线上会议。会议期间，与会各方代表谈论了西藏境内缺乏宗教自由的现况，并介绍了西藏恶劣的人权状况，特别是宗教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驻北美代表欧洲次人在当天的视讯会议上指出，中共当局绑架班禅喇嘛长达25年，便是在西藏公然侵犯宗教自由与人权活生生的案例。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则来自西藏境内的消息。中共当局于上月初在西藏东部地区发布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的公告，列举了多项针对藏人的限制，再次显示出境内藏人在就业条件下所遭受的歧视。据总部设立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上周四6月11号发布的消息指出，中共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当局于5月25号为该县8个政府部门招聘警务辅助人员的公告指出，凡是参与、支持、资助民族分裂活动、捏造、散布破坏社会稳定谣言和虚假讯息，参与民族分裂破坏活动相关的游行、示威、集会、静坐等不法活动的藏人一律不得报考。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强调，中共当局对藏人的一系列限制，再次显示出境内藏人在就业条件下所遭受的歧视。同时，藏人因招聘公告等限制条件而丧失了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资格。此举列证了中共当局违反法治的基本原则，并对藏人实行歧视性政策的事实。观众朋友，以上为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